市民时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时声》节目。现主是呢，农产的运销，会当讲是咱全台各县市呢，大家拢非常注重的。尤其咱台南市呢，会当讲是有非常侪优质的农产品。那么到底要安怎来进行运销？和大家来得到上界大的经济效益呢？相信大家拢非常的关心。所以今仔日呢，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台南市农产运销公司的总经理，让我们欢迎林世杰林总。主持人碧纯小姐你好，咱市民先生，咱这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书杰，是非常欢迎林总哦。咱知影讲吼，林总你是渔会出身嘛，然后曾经也是我们全台最年轻的商业会理事长。后来你个吼参选到这个议员吼，现主是呢来担任咱台南市农产运销公司的总经理。当公经一路行来吼，大家会非常好奇说，哇，你的经历真的非常的丰富哎。那所以其实你上次来上节目，我在议员选举的时候到现在啊，你有没有什么心声要跟我们的市民朋友们来做一个分享无？人生的变化吼，会当讲是非常的大啦吼。是。我嘛想来讲，我会去农产公司做这个总经理。当然，我过去我伫渔港，渔港我是捌操车出生的啦吼。伫渔港经历过工会，搁这个商会，来进而互伊参选到去年即届的上合议的议员，我嘛有参选啦吼。当然失败无够认真失败了的时候嘛是感觉敢会输，尾对就是了解起来是讲第一，咱可能无够认真，人古早人讲的“用则出，舍则残”，既然就对啊吼，都无出线，代表讲咱的努力阁无够，代表讲人市民有其他的选择嘛吼，所以咱尊重。来过来农产公司接这个总经理，对我来讲是一个意外。迄个时阵，咱市长黄伟哲，伊征询我意见的时阵，我伫遐想讲，我捌操车的，怎啊来做这个农产，这我有适应无？尾仔市长伊甲我讲嘛，伊讲苏杰，你过去你都捌伫市场，对这个基层出身，你上了解到这个通款的心声，而且你嘛有这个市场经营的经验，而且我阁有商会，伊希望讲我会当进入农产公司，来带入到这个商业思维，来看会当互农产公司有一个改变嘛。当然对我来讲，我嘛毋敢答应，我伫遐试用2、3天，尾仔我感觉对我来讲有挑战性。我嘛希望讲，如果若讲，我过去，如果若讲真正会当来为这农产公司来尽一份的心力，来互农产公司有小可的改变，还是讲有小可进步，对我来讲，这是一种成就感的满足啊，所以迄个时阵就对啊，我嘛不自量力来接受到市长这个安排。当然，我离遐差不多4个月啊。过去有可能对啊人会袂甲摊商会面对面，因为摊商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想法。有可能公司因为公司要对单数会负责，政府会立场。对。当然啦，有当时有真侪意见的冲突，利关系的冲突嘛。当然有诶，拢会尽量避免去面对着摊商。但是我直接到了市场。我直接甲摊商面对面，是直接了解问题。当然，如果来讲会当处理的，我就处理；会当解决，我就解决。当然啦，伫4个月内底，我对这个市场嘛摸索了真清楚啊。我相信，如果未来啦我希望讲伫我担任总经理的期间，会当改变着公司的营运状况。爱当互阮公司内底的职员，爱当得到一个扬眉吐气的一个机会，嘛希望讲，借由我伫这个公司，将这个生活，这个
果菜市场一寡制度，甲一寡无合理的部分就对啊，安尼甲做一个改善，系啊，以上。对，所以一开始可能做侪人会认为讲啊，你原本拢是渔业方面的嘛，你的专长是伫咧渔业嘛。但是呢，黄伟哲市长重用你，到农业这一块，也许你之前不太清楚这一块，但是我感觉你拄则讲的，就是你直接入去这个市场内底看摊商去了解因的需求，这真的就很不简单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黄伟哲市长应该就是看中你，真的是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真正深入进去啦。因为有些人也许他学农了，但是他从来也不进去跟摊商沟通嘛，那有什么用，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一块你就现在对于农业你也就非常了解，对不对？你入去了后，你就有去听您的心声嘛，对不？所以这得你经济嘛是得当将啊4个月来应该已经是蛮熟悉这一块了，对不对？你这4个月来因为农产公司啦对，伊的竞争就对啦阮农产公司有6个市场啦，有6个市场，伊是101年成立的，迄个时阵是拄啊县市合并，县市合并的时阵，早前阮6个市场是对玉井、佐镇、嘉义、麻豆、新化、关庙，阮有6个市场，伊的竞争是拢乡镇公所咧经营嘛。当然，你县市合并的时候，收归来市府的时阵就对啊。迄个时阵是101年成立这间农产运销公司，来整合着这6个、这5个，101年是5个市场，由公司来经营管理，来102年，这个玉井的市玉井的青果市，佮并入着咱农产公司，所以现在目前农产公司有6个市场。6个市场，哇！所以其实管辖的也都是非常重要台南市的农产品的产地的那些市场嘛好，来拄则咱有你讲着你选股嘛所以做这人个想讲，你敢有可能搁倒来继续搁来选议员？你敢会搁想讲要来选一届？搁早的啦当然如果未来拍算啦这是来讲要安怎？嘛，就爱咱要接受啦是所以现在做什么的先，咱即摆做总经理先，甲咱农产市场这个部分先甲做好，对无？哇，所以真真正因为迄嘛是做侪当后的代志但是不排除有可能搁继续参选的对啊。以后讲啊。以后他讲哇，好，咱其实嘛足期待，因为迄个时阵啊。因为那时候的民调，大家都觉得说，恁输家一定是当运动选的，结果这个上海的感觉讲运动选的，其实都足危险嘛，对不？家己努力无够啦，家己毋捌选举过而且阮都无捌选举的人，阮斗相共，阮是拢家己想家己好安尼，家己想家己好啊，对，所以其实第一届安尼选的，其实成绩非常的好啊啦，对不？对，更有努力的空间啦。对民进党较歹势，因为民进党提名咱无法度为民进党加争取一些议员，这对于民进党咱较歹势，咱努力无够，哇，真的很做谦虚的啦好咱拄则你有讲到所以其实你未来做想要做的代志，就是讲，把一些里面不好的事情把它改革，做改革然后把一些好的把它张扬出来，就亲像你进前伫咧市商会嘛，做了一寡改革非常受到大家的推崇。所以咱知影讲，你19年了，原本这个果菜市场啊，农产运销公司也没有什么样的那个影片，尤其是现在非常注重行销的时代，然后一个那个公司没有一支宣传影片，对不对？那结果你上任之后，你做了什么？有这支影片诞生了，对不对？因为农产公司啦，伊是咱台南市政府独资的公司。伊的股东就是咱台南市民183万的股东啊，180几万的市民朋友，大家拢是股东。这间公司是咱的公司啦。但是有足多市民朋友，伊其实唔知影农产运销公司是属于台南市政府的。当然，我上任了的时阵，我希望讲，互更较侪市民朋友对农产公司有一个了解。嘛咱得到市民朋友对农产公司的一个支持啊。所以我想讲。人讲交做无效，会晓宣传，尤其生意嘛所以我拢这支片啦伊是实际，绝对无包装，拢是真正大家咧无用的时阵来拍的，嘛用产地啦市场啦，包含着阮市场真有一个真有节能减碳嘛，有一个电动车，阮市场嘛算足先进的所以就拍这个影大希望讲。得到市民朋友，大家对农产公司的一个认识，嘛，咱台南市的蔬果青菜，
由农产公司来把关，还有市民朋友会当食到品质好的，而且是安全的这个蔬果，这是阮公司存在上大意义。对，而且这支影片都还没有对外发布哦。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支影片。也有伊帮助我，互我一步一步改变农耕的方式，互我的鸡仔更加安全。也有伊用我这世人上大的经验，种出上界甜的水果。而且有伊，我会准时把水果送到位。而且有伊，我唔惊我水果卖了无好。而且有伊，阮的青菜拢上赞的。只有伊，阮的水果拢安全保障的。因为而且有伊，台南市农产卫销公司，阮的青菜用安心交予你哦。哇，林总，那里面的那些农民，他们真的身份是农民吗？农民啊，都是技术唐兄啊，拢实际拢唔是临时演员的。都不是演员的。拢是真正是伫这个运销，伫这个农产公司伫采购市场，甲产地这拢人讲就地取材。对啊，所以这样子其实拍起来让人家觉得很实在，然后也有感受到说，他们真的是觉得说，农产品有这个运销公司来帮他们做行销，做得很安心。那它里面强调的有一些重点包括说农药残留、生化快筛等等的，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来讲一下？咱每一天的蔬果啦，那就来采购市场，阮拢会抽验。抽验如果若有问题，阮会要求摊商就对提出伊的来源证明。当然，伊这个快筛阮有相对着几个项目嘛，如果若有问题，阮会搁进一步送伊搁较精密的所在，精密的机关啦，搁进一步的咱希望讲，由市场有这个检验的这个把关会当互市民朋友伫这个蔬果，伫咱农产公司所出的水果甲蔬菜，因会当放心，会当来购买。对啊，因为做这民众也欢乐讲是不是会吃到很多农药残留的水果蔬菜？对啊，这个把关的动作的真正非常的重要。阮内底有检验室。也有自己有检验室嘛？对，所以这样子的做法的话，互咱市民在讲物件较有信心而且安尼对着就是那些蔬菜农、果农来讲，他们的东西也比较好卖啊，因为大家感觉讲我买了较安心嘛，对不对？对。因为这个蔬果啦，咱爱知影爱有一个限制的，是讲伊有溯源的一个机制。出问题，咱爱知影问题在哪。是。无你有当出问题，你也是去得个拉到规准顶的人。生活农产迄个青果市，的水果出问题，结果你唔知影源头在哪的时阵，有当时会影响的是规个所有的摊商、所有的农民朋友啦，对。这责任真重大啊，所以我上任了，我对这个检验这部分就对，我嘛做要求，系啊。我希望讲爱坦白，袂使讲有问题就甲暗藏起来。你暗藏起来无问题，呐，一旦出问题，原来佫做严重啦，咱讲的有诶，因为我早伫去市场过，我知影有诶对咧抽检的时候对啊，拢会。经无问题啦，我们检验，有当会咱会去找无问题摊商来检验啊。这我感觉安尼唔好，所以我希望讲会当随机，安尼较有法度了解到问题在哪。对啊。我嘛希望摊商朋友就对啊，大家配合公司的这个制度啦，来接受着讲公司甲你抽检嘛，搁再来是讲，阮正在设一个，就是电子化交易，电子化交易这是因为国际市场嘛国际市场，你若芒果节开始的时阵，国际是一个观光市场，
而且电子化交易，咱希望讲未来，吼，就是你每一笔交易，你甲3万买，什么时间买，你是买啥，伊的金额，甲伊的计数，拢会足清楚。哦，未来如果水果出问题，咱知影讲问题在哪，嘛会当遏制一寡不孝的一寡业者，吼，甲一寡人讲害群之马。哦，有当时消摊，吼，爱着从好的水果包伫顶悬，歹的水果藏在内底，结果来造成一寡消费纠纷。哦，这有当一个市场的建立，是足侪人足辛苦来建立起来，用足长时间累积着伊的信誉出来。哦，比如讲农会啦、政府啦、哦，台南市政府啦，吼，大家共同去推广。哦，这个玉井，这是玉井就是芒果，芒果甲玉井一定。紧接做伙啊！哦，那讲到玉井就想到山野，讲到山野就想到玉井。对。哦，这是足得来不易的一个品牌认证。哦，咱无希望讲哦，因为近几年玉井有足侪消费纠纷嘛。哦所以我真这个计划啦，吼，阮一定要杀个，而且嘛得到董事会支持啊。哦可能阮今年是试办，明年就正式就要上路。以后你啊，每一笔交易。哦，管拢会清楚的掌握。玉井的交易文化足新鲜哦。你去买水果，伊就叫阮的公司就业帮啊。公司算属于仲裁角色。仲裁角色是讲讲你今仔是货主，我是消费者，公司做仲裁，你的物件就公司的帮啊，公司来认证。来看偌济就对啊。我付钱，管理费，公司扣一个管理费，扣2%。叫2%，就是比较有制度啦吼，无像讲我着甲一寡较烂的藏伫下骹，来即马甲较水的放伫顶头，人讲人面的，结果包起来哦，顶头看起来足水呢，结果安尼卖互你了，你转去开始骂啊，哦，下骹拢歹。对啊，我讲一个小故事给你听。早前我去的时候，甲安尼用过磅的，甲有即种交易的文化。尾我来了解起来是早前农业社会时阵吼，有当农民吼，伊较有当毋捌字嘛，有当时会用偷食金鸟嘛。当然迄个时阵是由公所出面来经营这市场，所以人会较信任公所，因为公所是一个机关嘛，是一个政府机关，所以由公所出来换磅啊，安尼就较袂生理人较袂甲迄个农民转食金鸟，是安尼拢延伸落来，变成这个交易文化，真顺适啊。对，所以这个其实也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制度啦吼，无就是讲去买到迄种较无好的人的开始有不信任感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建立起来之后，大家去买，看到这个我就是买这个，回去品质都一样的好，这样子对大家都好啊，对不对？好，那我就是说，像我们大家讲到说，讲到有这的选择山亚嘛，那我们就是说，在运销公司下面其实有6个厂区，对不对？所以这6个厂区它都各自有各自特色的水果，对不对？即目前吼，咱6个市场啦吼，除了关庙之外啦吼，因为关庙暂时是左南嘛吼，左南伊无做青果市的这个用途，但是伊边仔有一寡笋农吼，因为关庙有竹笋嘛，所以有当时若只笋农出来上个对啊，伊嘛希望讲公司派一个来甲因换磅啊，来做仲裁。当然这是服务啦吼。所以你嘛是有甲去的对啊。你若玉井就是山野嘛，你若咖喱麻豆，因遐就有蔬菜。都有蔬菜。因遐就有蔬菜。油啊迄类的。油迄类嘛是有，麻豆，因为咱农产公司目前6个市场，伊的面积差不多3.9公顷嘛。伊的这个青果蔬菜的这个交易啊吼，你若譬如讲是这个青果啊吼，伊一年差不多7万公吨。7万公吨。你若蔬菜就对啊吼，7800公吨。7800公。伊个一年的交易的经验吼，青果大约19亿，蔬菜差不多1亿2000万。所以农产公司最主要是这个青果的部分。哇，这个交易量也是蛮大的哈。好，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农产运销公司，台南市的董事长的是黄伟哲市长嘛。你本身担任总经理，那总经理他最主要的工作任务是什么？总经理就是公司的一个。其实算华头的嘛。
总经理是大小事拢管啊，什么拢爱管啊。大小事拢来啊，系啊。有当时啊嘛是，像我当伫去农产公司的时阵吼，我拢无安倒去，我要去责任进前3天吼，我就拢走去考顺啊，我拢按便所去。我感觉吼，一个所在有管理无管理，便所上清楚。是啊，来这个去来参观便所。啊，参观了你有啥物感想？袂歹，生活的便所吼真清气。伊有管理，爱看知影是有一个管理，是讲因为农产公司进前吼，有但是前几年伊营运吼较无遐好，但是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拢是用人费的问题嘛，用人伤多，所以造成着讲伊的即个营运的即个营收的部分拢降低落来。当然。我冇出大压力，市场吼一直有当时会针对董事会一定会要求着讲即个营收啦吼，要改善啦。但是我咧换公司，我的一个原则就是讲，我无希望讲任何一个人来离开啦吼。当然我希望讲，就是将公司带好，互因拢会当吼。即我嘛讲，我有可能是过客。但是市场对咱来讲是恁安身立命的一个所在，当然就对啊，公司爱甲做起来，徛伫我的角度，我一定什么代志我一定朝向着对的方向来做，只要是对的代志，我一定支持。我希望讲会当来改善公司互人即几年互人感觉营运不好的即个印象，大概我讲的，互咱的员工，互咱的职员会一个扬眉吐气的机会。我希望大家当做伙冲，当然啦，我希望讲会当带动着因的士气，互大家对公司的经营还有一个方向，还有一个目标。人事一定要同工啊，像过去有当公司，我嘛内底职员讲，过去安怎我唔知，但是过去的科技是拢用轮的。但是伫我的手，科技用轮的轮流。但是伫我的手底下吼，我不爱，我一定落实考核。而且我嘛用交代，你唔通叫人来关税，便叫人来关税底下，你今年1个，明年嘛是1个。我希望讲我会当做公平啦，互有心要入公司内底咧拍拼的人，又得到一个肯定啦，爱咱得到顶悬的注意，爱互伊有一个表现的机会。我嘛讲，恁若认为讲恁有能力，但是恁是用埋没的，恁主动来找我，恁认为讲对一部分就对啊，你来做，你会做好，我会互你机会，我会互你机会。这很好对啊，因为如果像你讲的，就是之前考绩用轮流对，讲今年我轮甲，你轮乙嘛，然后摄影师轮丙，然后再来我就轮乙，你轮丙，然后轮甲，这样轮，大家说反正是轮的我就每天上班随便做就好了。我给你无做，我嘛是教。我给你个做个死嘛是。嘛是丙还是丁这样子对啊，难怪这样子，就是大家的心态可能就没那么积极。但是毕竟你们上面也有董事会，然后你们也有这个营运的压力嘛，对所以你安尼做，其实actually 可以让很多人他其实士气提振对，想讲我还领金这样我考绩可以高一点对啊。哇，所以你这套管理方法真正袂歹。所以这其实你们总经理等于一般企业的 CEO 就是你要怎么去带领让这个公司整个营运可以发展起来，然后充分的去运用下面的人员，对不？对啊。对啊，你要像你都加讲的，你如果觉得你哪一块行，然后你自己来跟我讲，我给你机会。对啊。现在很多人很有创意，然后很有概念，然后其实也很有能力，对，所以其实那到目前为止有人来跟你讲过吗？我会因材施所啦当然就对啊，有适当的人，伊伫这个位置，我认为讲伊会发挥，我有机会啦。有啦，我有做，也是有啦，做2个安排啦。我当然，唔是讲互你机会，你就是一定会，你嘛爱表现了好啊。爱看伊表现好像之前阮的绩效奖金就对啦就年底本来是考核甲绩效是2个半月，这届有议员议会因为修改自治条例嘛伊有增加变3个半月，比较着肉品市场我想就明明政府的公司想要肉品市场3个半月，阮市场2个半月尾就有议会通过，就改3个半月。当然这是种
目标啦，但是你袂使甲画2个半月，2个半月，这员工有当士气会受着影响。我敢怎做，我嘛是2个半月，哦，但是3个半月，3个半月你要领3个半月，你嘛要有本事呢。你无本事，你嘛无在了领呢。系啊，我希望讲我当带头冲，我希望讲未来对啊，阮公司是有人会真正大家拢会当领到3个半月。对啊，因为至少有一个目标在那边，我就有那个努力的一个动力呀。有迄个动力，我还去拼嘛，对不？对。嘛要感谢李伟智议员啦，伊讲清楚的。哦，是哈，嘿，感谢议员呐哈。好，那另外来讲，其实讲到这个议会吼，进行就是董事设置的问题，对不对？农产运销公司董事设置的问题，在议会有引起一番的争议。那这个部分很多市民其实听了无啥，所以你敢是详细甲咱市民朋友做一个解说啊？好，咱讲到这迄13前，咱毋是我哪去就碰到这个问题。对，迄是进前就有这个问题。104年啦吼，伊本来阮是5席的董事，啊，你104年董事会对啊，精聘一个董事，哦，就是咱玉井的这个区长嘛吼，张区长。安尼变做加一个嘛，对无？对，但是因为议会吼，因为自治条例啦吼，议会自治条例对啊，阮公司是爱遵照自治条例。自治条例对公司来讲是无法，所以阮要修改章程对啊，爱先自治条例通过，阮才当修改章程。啊，当然章程有修改，但是自治条例无修改啦吼。当然这有对议会，所以这有一种对议会有无尊重，这是有影。当然市长虽知影，黄伟哲虽知影，人伊就马上改变，伊就恢复当个5席。但是恢复当个5席，哦，我爱甲张区长为张区长来报区啦，吼报区啊。其实因为玉井青果市是公司接管，但是未来如果来讲吼，伫即个玉井一寡芒果的一个交易的一寡相关的事宜，咱有需要区公所来斗合作。哦，他们很重要啊。当然了，对啊，聘任张区长来担任着农产公司的董事进入董事会的这个团体，我感觉这是对的一个安排啦吼。只不过是讲无去修改自治条例啦吼，对议会有一个无尊重这有影。但是你讲的有当时啊，什么智慧啦吼，是什么会？抽佣啊，我感觉这有无啊地料有较大点啦吼。讲得太超过。张区长有当时较委屈啦。因为张区长是真认真的人吼，立玉井就对啊，咱青果市需要什么会，伊拢全力配合吼，全力合作。当然，伫迄个时阵接到的时候吼，农业局就马上叫我提4成吼，去互伊施证嘛，回归等来5席。但是家己公司的经营啦吼，董事会5席的董事拢是官方的，我感觉安尼是毋对的。必须要有一寡社会、一寡实际上伊有从事即个农产的即个专业，也是有商业思维的人，也是讲吼有即个贸易思维的人，甲一寡学者来加入即个董事会，对农产公司要即个啥，要正衰。要当讲，要振兴这个振兴吼，这个功能会较有啊。董事会嘛较有功能，无你拢官方的董事，毋是官方的无好，但是官方的有当时啊，因较死板嘛，但是啊，对，什么代志啊，对啊，拢就比较一板一眼呐，唔敢大胆尝试啊。对。就比如讲，阮农产公司，阮碰到一个足大的问题咧。什么问题？阮是但市政府独资的公司，生意总是爱有风险嘛。有当时啊判断了大量采购落来，爱判断讲伊会起会落嘛。拄啊判断了毋对了，董事会是袂支持呢。像这种物件，如果你若讲要做较，毋是100%，毋是一定会通的，董事会是袂支持呢，因为大家拢爱小排责任的。对啊。所以就对啊，这个有当时啊，而且这个违反掉这个商业行为啊。对啊。市场机制，你敢知影稳赢的，大家嘛是。对啊。只是讲会当，咱会庄严会当讲伊就输啊，这赢会当赢较侪这种的。所以我嘛支持着讲董事会当增加一寡学者专家，
哦，来共同来为这个农产公司来诊断，来做一个企业诊断，来提出着一个较好的建议，提出着讲会当针对着农产公司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来做一个，人讲对症下药，安尼我是嘛是我乐观其成啦吼，当干事的增加，我乐观其成啦。伊讲的什么智慧什么初用，3个月开刀会啦，玉珍来家己开车开来市政府啦，你要开会，提出着伊个想法。张区长伊嘛是这种任务的一个编。3个月开一届出席费2000块。出席费2000块叫初用啊。嘿啦，当然就对啊，议员较无清楚，当然就对啊，透过这个节目互大家知影。其实就对啊，内底担事大家最认真啊，大家也最专业，最专业。只不过是讲对这个青果甲这个商业有可能就对，阮暂时目前担事会欠缺的是，这方面才会学者甲专家，对啊，对，所以嘛是爱一步一步慢慢来改革。所以我们大家就期待说，你不一样的思维进去这个运销公司之后，是不是有可以后面陆陆续续的会做一些制度上的正确的改变，对不对？嘛希望讲我都有迄个能力啊，当然我希望讲只要是对的，是有好的意见，我拢会接受啊。我嘛愿意也做看卖，也尝试看卖，好所以咱今麦接下来要来讲的是这个农产品的这个运输，还有这个行销因为今麦就是讲，6都的市长都在拼这个嘛，我农产品要安怎销啊，对不？而且现在就是说卡到选举，也是很多人拿这个当议题但是我们之前那个市长黄伟哲也有讲到过，其实他对我们的农渔产的这个销售，他非常的乐观，他觉得说至少有50%以上的成长。今年，那你来看的话呢，你觉得我们农产运销这方面是不是这个行情非常的看好？市场这边啊，系啊，我有当半暝2-3点伊唔知有困无困，我嘛唔知2-3点佮拍讯息，事隔明仔载对有一个什么洽谈会，你爱过来，2-3点佮拍讯息，互你，事隔真往来贵俗，真今朝什么行情？是我向你关心，有当时对所以我叫公司就对，逐工拢爱印一张行情表互我。因为我爱马上爱应付着市场的这个询问啊，不能被考倒。爱拢有当1-2点去考我呢，伊坦白讲伊出病。公司无应该喊你晚。伊嘛对这个农产品的重视有别于以往的这个市场啦当然这是一个社会氛围啊，即个大家拢在拼这个农产品。对啊。因为这组的选举主做的是这个农产品对。当然市场是一个会做，但是伊。袂晓讲，伊袂讲家己做刻意去表达，而且伊嘛做谨守这个氛围。伊讲的，如果若讲有法度出口，有法度外销，佮包含去中国嘛无要紧，但是对爱是市场，这个产品是市场有需求的。那政治端伊无爱，伊政色不明。伊讲政治端对伊。像早期迄个有诶一寡客族但是因为政治目的无存在的时阵，对迄个客族就停摆，造成着一寡农渔民伊有一个期待，讲我怎啊当好，大家设备拢合的面积拢一直扩大，结果对救伊的时阵，损害是这个农渔民所以这点伊做坚持讲那爱回归倒来市场机制。回归倒来商业需求，无就对啊，那政治端来卖，系啊。对，这真的是很正确的，对，很正确的一个思维。伊讲50%我是乐观其成，而且我嘛认为讲伊做会到啦伊的迄种冲开啦，伊这边啊，伊这边啊，对啊，因为现在很多媒体的焦点都是放在台北跟高雄。他们的市长做了什么？那反而其他县市的市长其实又做很多就是农产方面的行销的一些策略，跟他们怎么样努力去推动，然后反而媒体很少见嘛。对啊，所以其实从你这边听来，还有我们就是本身也是媒体我们的记者，还有我们自己的观察，其实他是真的蛮认真的，在推动这一块。有一句话形容安尼，唔知对唔对伊讲什么？一木三树华，一换三图谱。
这因为说实啦，我看伊咧伊咧食饭无照去讲咧食，拢爱食两喙啊，食无完饱的，啊，就去无用，啊无用就搁伫车顶搁食。哦。即句话形容伊毋知对啊毋对？诶，应该毋对，伊是应该是讲哦，是一种什么见贤思齐啊。但是我讲一患三途补了，那像黄伟哲真正一患三途补啊。伊咧食物件食两喙啊，啊，但是要无用包起来，啊，车顶啊，等下搁食。这边啊。市长吼，我讲啊，市长做工咧伤忝啊，市长安尼，要我做我嘛不爱，啊，无啥困啊。对啊，真的很辛苦哎，很累啊。但是伊因为即届吼，即届的大环境吼，伊选举啦吼，即届尤其咱顶旧年的选举吼，对，可能得票率吼，赢足多吼，所以伊有一个。有些压力啊，有些警戒。有他之前来上，就是选完之后，他有觉得说，因为他跟之前市长那个赖清德市长的票数差很多，那他也是觉得自己不够努力，而且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对，所以他就是鞭策自己一定要更努力，做更多。哦，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的心态嘛，对不对？伊这一部长嘛爱战战兢兢，对，也是要跟他一样啊，他随时都会来考你们。半暝啊，一两点拢会接到个讯息。哇，对啊，所以这样子听起来，其实他们是很累，但是我们市民的福气耶，对不对？有这样子的市长，然后这样子总经理，真的是蛮不错的。好，来，接下来我要请教你，就是说，因为咱咱讲你进前有做过熊鸟会理事长，而且我看到你有一个资历是台北渔产运销公司的监察人。等等，你其实就是这方面其实蛮多经验的。你刚好改啥来用点？你今卖运销公司啊？就你之前那些经验，对你现在这样，其实也有一些是很类似的，对不对？我早前去台北渔产运销公司啦，吼，是因为我迄阵伫全国渔会，台北渔产运销公司是全国渔会，离台北渔产运销公司有股份改成20几%。也是运销方面嘛，运销对，伊拄仔伫北农的隔壁。迄阵拄仔伫北农的隔壁，迄个渔产甲农产拄仔小隔壁，当然迄阵渔业甲农业是无共款，但是伊市场的经营是共款的。其实是一样的，市场的经营是共款的吼。过去我伫商会担任理事长的期间吼，当然我做代志，我就只要是对的代志，我会坚持做到底。甚至搁较大的压力啦吼，还是搁较大的阻碍就对啊吼，我袂轻言放弃啊。当然我会将过去我伫渔产公司、渔产运销公司，甲伫商业会处事即个风格啦吼，我会带入去农产运销公司。当然，人讲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啦。当然，我若感觉要用你，我会我会放权，互你去做。我过去我都安尼一路行来，我嘛希望讲会当提升着员工的士气啦吼，员工就对啊，会当有一个舞台互伊去发挥，对。哇，所以这个其实它的经营的一个理念是一样的啦，不管是鱼类还是说农业，其实是一样的。拢共款的，拢共款。只不过产品无共款，一个是卖超车，一个是卖生果安尼。对，所以但是其实可以经营的策略是可以一样的。共款。对，所以这个经验对你来讲就很重要。市场我是无经验啊。我对市场经营我是无经验。对，我觉得实际的那个踏进去我们这个渔民或农民的生活当中，这一块就真的很重要。对啊，所以你有踏进去，你的真正是在了解因的需求是什么。好，那接下来要问你的就是说，黄伟哲市长有讲到说，我们的农产品其实可以很精致化、时尚化。就讲你一粒酸呀，你也是讲卖100块，但是咱给包装一下然后把它弄了一个产品，然后一个形象出来，到日本一颗可以卖800块，对不对？所以其实农产品把它精致化，你觉得重不重要？阮目前啦吼，农产运销公司的市场啦吼，是拢爱一篮卖啊。当然，同人印象的是讲吼，出大气，但是伊嘛带有土气啊吼。当然，这个模式是因为市场是大卖。伊归咱卖上个对啊吼，咧销售会较紧大卖当然有批发的介绍嘛吼。你若像讲要外销的迄种的，咱得当甲做较精致。如果你若讲会当经过包装，
会当将台南市的这个农特产吼，啊，甲这个产品化，啊，甲离合化，哦，当然这会将这个价位提悬，会增加着农民的这个收入嘛，对对对。啊，而且你若像我一人咧卖，有当对现代一寡小家庭来讲，有当过量的物件，因会降低着因的这个购买意愿啦吼。当然包装啦吼，嘛是要有经过设计、经过巧思啊吼。上头讲来讲，会当将一寡地方的一寡文化、甲地理人文，啊来导引着一寡农产品的一寡故事类。我相信这会引起着这个市场的重视甲注意。哦，嘛会当增加着农民的收入。所以我认为讲，经由包装过的产品啊吼，是未来。哦，咱公司爱合作这些农民，啊，或者农民就对啊，大买还大买，但是就对一寡精致的一寡礼盒啦吼。对对对。如果若讲会当经过着这个巧思的一个包装，会当增加着这个产品伊的这个价值。对。我相信未来就对应该爱来鼓励啦吼，而且嘛爱来朝向着这个方向来发展啦吼。当然我嘛是感觉水果的物件嘛是爱有一个产销履历。产销履历会当提悬着农产品的一个价值。对。水果的物件啦吼，其实人讲歹食贵，这是有理的。歹食贵就是少伊就贵嘛。人讲的水果你若少，伊就拿黄金；若多，伊就拿土。歹食贵就是少嘛，少所以贵。贵，但是伊是无好食哦，爱好食俗。这个上这个时阵就对啊，咱个玉井的山影，这个时阵就是好食俗。好食俗的时阵，伊是单季啊，单季的水果，而且经由农产公司的这个严格把关，这一定是安全的。当然，阮即摆落实着这个安心标章，咱希望讲未来就对啊，会当将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消费纠纷甲降上低。对对，这是蛮好的，因为现在就是说时代在进步，哇，那就是说你的包装很重要，行销很重要以外，其实也有网络这一块耶，你们有想过吗？那个陈小姐拄仔问到重点，我今仔咧杀一个人，杀一个人就是讲要来引入着这个网络商城的这个模式，由台南农产运销公司来做这个商城。内底就对啊，就是每一个阮生活者，还是讲农产运销公司的市场这个摊贩、这个供应商，伊来做店家。伊来做店家。因为阮有实体店面嘛，实体店面就是伫这个生活的市场内底。对。这个网络店面由公司来管理。由公司来管理，由公司来把关。由公司来甲恁做一个美感的设计，阮来着收这个手续费、甲管理费，这嘛袂有与民争利的一个争议啦吼，一个问题，甚至有咧咱帮咱生活，还是讲咱农产运销公司这个摊贩，伊会有一个电脑，因为有咧传统的一寡摊商，伊对这电脑是陌生的啦吼，咱公司来设计一个部门吼，来做这个。这目前阮是有这个构想啦吼，但是这嘛爱党事会支持啦，我爱来努力来争取啦，嘿啊。希望讲未来咱做着讲你伫农产公司遮，政府除了有实体店面助力之外，佫会当有这个网络这个网络商城，来甲你合作，增加着你的这个销售的这个销售经验，对，现在网络购物这一块真的是占了市场很大的一块，所以你有这种想法真的不简单。希望我们董事会可以好好支持，因为这个是绝对是好的一个趋势嘛。哇，那真的是很不错。好，那另外我们要请教，就是说，可能很多民众也感觉讲，像一些农产品有时阵的滞销，或者是说，坑伫产里面腐坏，像进前那听的讲，我还割嘞采鬼咯，烂在那个田里面，然后随便你们高兴就去采，还是说采来几条5块安呢？这种情形是不是农产公司、运销公司会协助他们，可以进行这方面，不要让它有这种事情发生？农产公司啦，伊是咱台南市政府独资的公司啦。对。伊的存在唔是除了盈利啊，伊就是要服务这些农民。就服务农民。要服务农民，就是第一，咱就是要互产销平衡。对。第二就是讲要保障着农民伊辛苦所种出来
水果，伊咱得到一个合理的价值。对，吼，啊嘛避免掉一寡人为的即个垄断，吼，啊甲操作。对，当然，那过剩滞销，哦，这对于农产公司来讲是责无旁贷，咱一定要合作农民。哦，当然就对啊，吼，迄个阮会来结合着一寡农会啦，吼，还是产销班，还是一寡网络平台的一寡通路，哦，还是一寡业者的通路，吼，啊来甲因斗合作，来协助他们，来甲因合作，这是咱公司未来应该做的。所以就会尽量避免有那种情况发生，要不然那个农民辛辛苦苦这样子种了那么久，然后说都滞销，哇，血本无归，好可怜。但是这嘛，爱政府农业局啊，吼，咱主管单位农业局的对啊，吼，爱注意啊。有但是啊，生理就是安尼啦。今年，比如讲今年啦，这个物件好价，伊明年就一定会翻盘，是安怎？大概一窝蜂啊，一窝蜂会去做这个物件嘛。哦，啊，这就是造成着讲吼，这资讯就对啊，无法度传达。哦，应该爱有一个，咱农业局应该有做这个机制，透过农会，还是透过产销班，还是透过对啊吼，伊的一寡，比如讲一寡货运啊吼，还是一寡迄个农药，或者一寡迄个农会一寡小组，哦，啊来将这个讯息传达。哦，即个目前这个物件吼，譬如讲这个木瓜这样是种植的面积一定过剩后。哦，爱打冬啊，大概唔通搁种这啊，哦明年就对啊，这个荔枝暂时就对啊，吼，种植的面积较无遐多哦，吼，比如啦，吼，一个条款分配安尼，安尼大概较袂有当时啊5种，结果对啊过剩的时候拢变土。对啊，一般农民伊唔知影，伊想讲哦，安尼今年想讲哦，无果卖较好，我得赶快继续种无果啊。对不？伊嘛无去想讲哦，哪支他就让人捡。啊，但是你如果给他这些资讯，他就知道怎么去调配。对。哦，就不会产生这种说啊滞销啦，然后血本无归的状况。对，所以这个其实农业局啊、农产公司也是扮演很大的这个很重要的角色。对。那刚才林总你有讲到一个安心标章，那个标章是不是可以秀给我们观众朋友看一下呢？我讲。对，这个很重要哎，有这个，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很注重这种标章，对不对？这个安心标章吼，下卡这个啦吼，这个是咱农产运销公司。上面有写台南市农产运销股份有限公司。所以如果你若讲吼，伫咱玉井市也是玉井市啦吼，因为这个安心标章这是咱伫玉井市有呢。伫玉井市有呢。玉井的青果市场有。如果你若甲摊商买物件，若无阮的安心标章哦，你尽量莫甲买。也是讲吼，你甲讲，啊是我甲无安心标章。这对你来讲就对啊，是一种保障啦。啊无你买当然有可能会买到烂的啦。啊由农产公司甲你把关。譬如讲，如果你若买到劣质品。也是讲吼，你的介绍甲你的物件是无符合的，你甲农产公司反映，你安心标章内底伊的编号，你报互公司知影，公司会当甲你找出着讲吼这个什么，这个供应商，会当得到一个合理的一个理赔吼，还是得到一个合理的一个交代。哎呀，但是如果你若无，你讲我就伫玉井买，玉井遐侪单，我嘛100单，我甲知你甲3万买。嘛找无人。所以嘛是遮爱甲咱遮的市民朋友啦吼，也是讲吼，有但是一寡外县市的游客来咱玉井市买即个山影，遮的一寡好朋友来报告吼，就是一定爱有公司的安心标章，安尼买到你才会安心，食到才会安心。所以有那个安心标章保证说，就是经过你们把关后的，才会给他那个标章，对不对？把关啦吼，唔敢讲，因为玉井市足多啦，但是上届起买公司，如果你若买到无合理的物件，公司会当替你主持公正。对啊，就是有保障的啦，要不然你如果没有那个标章，你到时候你也不知道找谁要，找谁赔。唔知甲啥人买啊？你甲讲伊嘛无要承认。对，这一点很重要啊。那大家得爱认好这个安心标章。好，那最后就是要请教林总，就是说对于我们台南市农产运销公司未来有什么样的展望吗？农产运销公司啦，我头我有讲的啦，伊是政府独资的一个公司啦，爱嘛需要咱市民朋友大家支持啦，徛伫农产公司，咱希望讲会当合作农民，而即个产销会当得到一个平衡，而且因辛苦所种植的一寡农产品，伊嘛咱得到一个合理的价值，这未来这是公司应该做。咱要互市民朋友啦，
农民得到合理的价销，啊嘛要互消费者食到安心而且品质好的一个蔬果。好，那最近就是推荐大家可以多吃这个玉井的芒果，对不对？嘿有这酸芽，今嘛都要大出嘛。真大出啊！如果若讲吼有要买酸芽吼，阮公司有嘛有咧卖酸芽。有咧卖酸芽，这这品质绝对都有保证啊啦吼。品质一定保证，而且咱的酸芽你啊吼是一定要求的足悬，一定是外销的物件。一定是外销迄种的水准呢，外销水准的。啊，价销咧？价销一定是合理。我讲的，咱公司毋是盈利的单位吼。对。咱一定价销一定是平价化的。哦，所以平价可以买到这个外销等级的芒果，哎，你一讲大家拢要甲你买啊。对啊，啊，阮会当离阮的网站内底，吼啊，会当甲阮订购，啊，农产公司吼会推出点吼上介精美，而且上介好食，品质上好，啊。上介安全的这个酸芽，给大家吃。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林总到节目当中。最后要不要做个结论？哦，对啊，感谢一下我们观众朋友好了。其实很多人支持你。感谢啦，感谢咱乡主持人吼，咱这个市民新声这个节目吼，啊，给我这个机会，吼，啊，当来上这个节目，啊，来介绍咱农产公司。对。啊，咱希望讲。会咱经由着这个节目，啊，互咱市民朋友知影讲吼，这间公司你嘛有股东，这间公司你嘛有份的。哦，对，原来我也是股东。对啊，所以我们大家也希望说农产运销公司的营运会越来越好，因为我也是股东啊，对不对？对啊，你是股东啊，所以你要关心啊。哦，好，好，相信咱观众朋友哈，透过我们今天的节目，真的对这个农产运销公司有进一步的认识，因为之前大家还有点搞不太清楚了。对啊。对对对，好，今天再一次呢，谢谢林总到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感谢。好，那么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前面新闻这波底下个几段了，咱再会。